荃灣南豐中心百好名宴飲茶，港鐵荃灣站尾出口出站後向前過天橋，過咗天橋就係南豐中心嘅酒樓入口。入商場後搭 lift 上4樓或者5樓就到酒樓啦。4樓同5樓都係百好名宴，星期1至5早茶7點至11點半，下午茶2點01分至4點。星期1至5早茶同下午茶茶錢都係8蚊。星期1至5早茶同下午茶小點17個8，中點24個8，大點28個8，特點31個8，頂點34個8。星期1至5早茶點心8個8起，孖寶32個8，早茶潮州粉果8個8，正正常常冇乜特別。晨光孖寶32個8，香煎釀茄子新鮮炸好，味道 OK。鳳爪排骨飯，鳳爪外觀麻麻，排骨好食啲。星期1至5下午茶點心15個8起，孖寶42個8，粉麵飯58蚊起，燒味粉麵19個8起。下午茶星洲炒米粉58蚊，材料都算多，但係得2隻蝦，味道比較淡。宮廷蒸黃金糕15個8，有少少椰汁味，新鮮蒸好，味道可以。早茶埋單63蚊，下午茶埋單99蚊。